我校於1月8日舉辦幼稚園科普活動日，3個年級分別圍繞3大特色主題展開趣味探索。1年級以會滾動的東西為主題，幼兒透過身體探索以及平衡車體驗，直觀感知滾動的原理，還與老師共同製作翻滾寶寶。幼兒在活動中充分體驗了動手探索的樂趣與成就感。2年級聚焦磁力主題，幼兒不僅帶來親子勞作、懸浮磁力小可愛進行展示與分享，還參與磁力釣魚樂、磁力迷宮的小創作。幼兒在一連串動手實踐中收穫滿滿的探索樂趣與成就感。3年級則以彈力為核心，教師帶領幼兒走進 STEAM 室，體驗操作編程機械人。後續邀請幼兒展示親子勞作火箭彈射大比拼的實驗作品與成果，還獨立動手製作了太空人發射器。透過一系列實驗操作，有效提升幼兒的思考與動手能力，進一步激發對科學實驗的好奇心。本次科普活動日，讓幼兒在趣味探索中學習主動發現與解決問題，不僅培養了探索興趣與良好的學習習慣，也藉着親子協作的環節，有效促進親子間的互動與情感聯結。